社公園去南昌公園。由門口入嚟咧，可以見到呢度有成排嘅花。南昌公園呢度咧有好多塊草地，可以俾啲人喺度休息，可以野餐、露營，或者同屋企人喺度打羽毛球。南昌公園入邊咧，仲設置咗好多啲涼亭啊、凳咧，俾啲人喺度休息。南昌公園除咗有好多植物之外，呢度仲有一條連長260米嘅緩跑徑。南昌公園入邊仲有好多花草樹木，而且仲有好多雀仔同蝴蝶。呢度唔單止有兒童遊樂場，仲有呢個石春路同埋一啲健身設施，可以話係老少皆宜。